做伙吟诗敬拜上帝，这就是礼拜的真正意义。所以其他的节目，除非是献诗献诗，这个就是排在礼拜的程序。那其他的节目，我们就是在报告，执事报告事项之后，来。那因为到时候的节目有演戏，青少年的演戏，期待坐在旁边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把那个窗帘拉起来。好，到时候你把窗帘拉起来，然后我们台下的灯关掉。好，如果演戏的那个时候，演戏的大概将近30分钟，我们把它这样子，比较有那个戏剧的效果，其他的表演不会。那我们看周报就知道今天的整个礼拜也挺熟嘛，有没有那个？我们从奉献报告以后，就有一个松年跟长照的灯笼舞，然后之后就是那个圣诞音乐剧追星这一部分我们就需要啦那我们请坐在旁边的记得其实那个窗帘就是把那个勾勾的那放下来，旁边有可以拉的那一个，你不要硬用手把它拉过去会坏掉在一边是有绳子的拉的。好，以上报告，谢谢。伫极光为荣光归于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咱三甲来吟诗，献诗第80首语调，小小的城市8个人，请起立连全首。
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生出来，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的故事，万能的上帝，永远因的下地，和平的天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伊家己的宝座甲伊的国。 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他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心要行一个事。咱同心下头来祈祷，至圣至善大慈悲的上帝，阮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感谢你长化关心的恩典，找见独生囝耶稣来到世间，道成肉体。 行起伫阮的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互相信的人拢要看到阳光伫爸甲囝的中间，互阮一切的罪过，也阮靠主耶稣的保护，拢得到救赎，会当有新的性命。圣诞节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耶稣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表明你甲阮同在。 主啊，阮希望你教阮三甲弟弟，特别伫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你的平安甲欢喜，同过主耶稣的出世降临伫全世界，阮的心充满欢喜。今仔日，阮也有世道帮教会以及东兴教会三甲聚会礼拜，共同献上阮对你的敬拜甲尊重。愿你也赐福伫世道帮教会甲东兴教会。
保守因对你有热切的追求甲军队。亲爱的主耶稣，你伫要做出事，伫卑微艰苦的所在大汉，你捌经历生活困苦的日子，你了解困苦的人，求主帮助阮家当关心艰苦的人，以行动来关怀因的需要，互因会当得到温暖甲盼望。特别伫即几年，全世界受到疫情甲战争的影响，侪人心中有挂虑甲惊吓，求你加添阮的气力。想使阮有勇敢的心，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每一个人徛在阮的脚步，靠主稳定来行过。新的一年伫要临到，阮毋知影伫未来会发生啥物，总是信命的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上帝，阮全心倚靠你。无论伫啥物情况，阮也要亲像我秘书的祈祷安尼讲，愿你真实赐福气互阮，开阔阮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阮同在，保护阮无拄着患难，互阮不致忧闷。求你应允阮一切所求的。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姐妹教会、系道帮教会献诗，带来感恩。
主，来强卡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2章第1节至14节，来去汉语本第56页，和合本第78页。在迄时，该撒阿古斯都有出教，命令天的拢做加价。这头一摆的加价是古利柳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的。这人去做加价，逐人倒去本城。不熟的细岁属伫大别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就去犹太，到大别的城，名叫伯利恒的。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角做加价，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伊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里，因为气管无所在，通用温阴。迄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里，你是上边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围雷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别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学老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愿主赐福互听无伊话的人。即时请百学士班献诗，献诗煞请大牧师来为咱敬道。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安。真欢喜，咱今仔日有东兴教会、谢道帮教会兄弟姊妹牧师，来到林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牧师伫倒位？哦，在底下咱今仔日嘛做特别有咱的初级的学生来到我们中间也足乖坐伫楼顶对吧？主日学的小朋友跟牧师挥挥手，主日学的学生好。咱家主日学小朋友跟咱来请安。这个气息给我有个听好，主日学小朋友说大家平安，大声说来。哦，我听到那个最小的。所以小朋友今仔日嘛会足乖从头到尾一起来听听那个主日的信息。今仔日牧师所要讲的是，就是对礼则到十字架。我们其实今天的从头到尾的诗歌，我们一直都在铺陈，都在诉说耶稣的降生，就是伫礼则。今仔日的圣经。也是安尼甲咱讲是安怎，耶稣哪会伫礼则内底出世伊对头所以等一下我请大家用那个现代的是中文的新译本念华语我们一起再把这个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1节到14节来，请。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士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这是第一次户口登记，是在距离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举行的。众人各归各城去登记户口。约瑟本是大卫家族的人，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与所命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口。那时，玛利亚的生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时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生了头胎儿子，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看，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坛，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神的话赐福所有愿意接受的人。我们今天给他的外来博文永华帝因为。我们的姐妹教会，然后再来就是主日学的孩子他们也都比较容易听得懂今天我们就是庆祝耶稣基督就是救主降生救主降生的节日，然后我们也点燃了前面那个中间那一根大的那一根烛白色的蜡烛，其实有叫做基督烛基督烛的烛光是表明它是世界的光那前面我们带降节的时候，已经从点第1支、第2支、第3支、第4支，就是代表希望、信心、喜乐、仁爱。那今天就是点燃中间的世界的光那我也期待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世界的光。很高兴今天不只是有西道邦教会、东兴教会，其实还有
幼儿园的那个教职员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做礼拜，对不对？幼儿园的那个我们的同工举手一下好不好？哦，园长，好，谢谢，因为我有看到，哦，对我认识的，哦，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好像说到圣诞节，哇，一点也不陌生，对不对？特别是在所有的报章、媒体，还有你的那个Line 里面，还有电影里面，特别关于圣诞节，然后全世界都在庆祝，都在庆祝这个圣诞节啊，有很多的消息有关于圣诞节的，那有的说世界各国怎么样的庆祝圣诞节，有这样的消息，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呢。在圣诞节，当然就是开始怎么？第一个先布置，其实鹿港教会从8月底9月初就已经成立一个圣诞筹备会，然后戴一长老他就成为召集人，然后每个月就有开会，从9月初开始到现在，那第一个上场的就是开始布置啦，动员布置，然后最后也是开始准备节目，每一个节目。那在这当中，其实对于很多弟兄姐妹。对圣诞节感觉，可能是热闹，再来可能是什么很忙累，对不对？布置完以后，最后还要怎么样？还要拆呀。像我们昨天也有彩街报佳音，哇，将近500多个人，包括那个只有将近10位的泰国教会也加入在我们当中，幼儿园的那个家长跟小朋友也一起，然后我们彩街1个半钟头，哇，也是很热闹。但是圣诞节，其实全世界第一个圣诞节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的那一天。那一天其实感觉是不太愉快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那个时候，那个政府，罗马的政府下令要怎么样？回到你们自己的家乡，要去报户口，要去登记户口，所以以至于。那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那时候怀着身孕，然后呢，他们就要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在这当中，其实这我们都很了解的故事了，找不到客店，找不到有任何一家的旅店还有空位给他们，所以就在那当中，只有一个地方说啊，那我们的马槽还有地方，这个地方没有房间了，就到。马在吃草的地方，就在那里当生。弟兄姐妹，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但是我们看到，在降生在马槽的耶稣，他是怎么样？他不是降生在一个很漂亮里面的婴儿室，然后有为他预备的那个摇篮，然后有那个哇，现在婴儿的用品真的很多。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是在马槽。就是那个牛马吃草的那个槽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怎么样很卑微的地方。所以在马槽诞生的耶稣，他是认同我们的苦难，认同我们的苦难，他不是风风光光的，然后来到世界上要来受尊荣，他是很卑微的，在那里降生，而且在他要降生的时候，天使也去到。野外在旷野的地方跟谁报佳音？第一个接受这一个报佳音的就是一群在旷野放羊的牧人，他们听到天使报佳音，哇，好害怕！但是天使跟他们说：“你不要怕，你不要害怕，今天有一位救主为你降生。”弟兄姐妹。在地上，我们有很多的害怕，我们有很多的恐惧，会夺走我们心里面那个平安。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通过天使宣告说怎么样？你不能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有一位救主为你诞生，你所有的苦难他都知道，你所有的问题，你所经历的那痛苦，他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痛苦，耶稣不明白的呢？你有什么苦难，耶稣不了解的？他都知道，因为他不是要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他生在一个卑微的地方，在那当中，
耶稣要来认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要经历的那一切的平安。那这马槽的耶稣，他也要带来给我们有喜乐跟平安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告诉你，今天有一位救主为你诞生了，你会有平安，你会有喜乐，而且这个平安是世界所不能给的，而且这个平安是世界所不能拿走的。所以这一段路加福音第2章的8到12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好不好？来，请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对，那就是记号了。一个婴孩简单的刚刚包一块布放伫迄马槽，迄就是记号。但是在你低迷、在你困苦的所在，耶稣就是要带给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因为主来到世上，他就是要带给我们有一个从罪恶。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是关乎犹太人而已吗？不是，关乎万民哎。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有从不同的这样子的背景来的，这个都是能够得到主所要给我们的。包括我们教职员同工，可能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你愿意今天这个好消息，主耶稣也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带给你有喜乐跟平安。那我们再看马槽的耶稣，他的降生还为了什么呢？哇，第3个是最吓的，就是最那个想不通。马槽的耶稣他降生是为了替死，替谁死？替我们死，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过来，也可以说是一个替赎。我们一起讲替赎，来，替赎，替我们赎回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为爱降生，为了救赎我们脱离在这个死亡跟黑暗的罪恶。所以我们从启示文当中我们也知道了，那个上帝让那个光从清晨照在黑暗里面，就是要把我们的脚步带我们脱离在黑暗。有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黑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记得庄牧师曾经说，他在菲律宾火山爆发的时候，全部被火山灰盖住，将近1个礼拜。那个时候真的就没有光了，伸手不见五指。虽然每一天太阳还是升起来，但是在菲律宾，在那一个地区被火山灰盖着的地方怎么样？是黑暗的。他说那时候，哇，真的人的心是惶恐的，而且是以为怎么样，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了。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能看到有修女点着蜡烛，然后在唱圣歌。哇，那个感觉就有一个知道你在死亡里面，然后有救赎来到。其实耶稣的诞生也是在那一个极黑暗的时候，然后降生下来，然后让那时代的人能够得着救赎，而且也在这时代，从那个时候耶稣的拯救一直到现在。我们先来认识一个名词在维基百科里面，这一个叫做 Oracle 神谕，就是神的意思的表示，然后经过一个占卜的形式，神明会把他的意思会启示出来，启示给那一个中介者，可能是一个灵媒、一个祭司，然后来传达这样的意思，做出一个预言，或者是回答你问他的问题，这个叫神谕。所以这个神谕有一个神谕式的信仰，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特征就是那个神他在高高的地方，然后呢都在外面，但是人是用他自己为信仰的中心。这个意思就是说，
神明，我有事情，我找你，我还是我，神，你来帮助我，我跟你求什么，你什么给我，这样子，有事才找神，有祈求我要的，神就给你。所以没有事情怎么样，就各过各的。有时候我就献上感谢，但是那个神明他在外面，我还是过着我的生活。这个叫做神谕式的信仰。另外有一种信仰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的特征，那个神他是住在你的心里面的，而且你是用这一个神，就是基督来成为你生命的核心。但是那个亲近神是有条件的。我们刚刚看的那一个神谕式的信仰，要亲近神不需要有条件，你只要预备那些所有的你要献上的东西，然后怎么样修金抓钉钉，看那个神明怎么样的要求你，你就是献上那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条件，你是杀人犯也都可以，你继续犯罪也都可以，然后你是一个这样子花天酒地的，你去拜神，你求了你的事情，你回去可以继续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这一个基督的信仰，亲近神是有条件的，因为神说你来亲近我，你要为我造土坛，然后按照我跟你说的样式，所以我们有圣经在那当中，而且是守节心经。所以刚刚祷告会的时候，钟牧师说，圣诞节不要讲成耶诞节，耶诞节就是在讲一个人叫做耶稣他的诞生，但是为什么要做圣？这个圣的解释是不只是很神圣，不是那样子，圣是有一种分别的意思，分别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做圣诞节。所以亲近神，你也要有分别，不要在这所有里面是有条件的，所以祈求神的国、神的义等等。然后这一位神特别的是，他要跟你同住，他不是在外面。他要跟你同住，带给你有能力、有权柄，然后给你刚强壮胆，胜过所有一切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结语来看，我们看在这一个马槽降生的耶稣，他不只是怎么样，不只是要认同我们的苦难，他要带给我们有喜乐跟平安，到最后他走向十字架。耶稣从马槽出生，他就知道他将来的就是要上十字架。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死了要做什么，他将来要做什么。但是耶稣知道，他出生就为了要受死，耶稣出生就为了要到十字架，为我们众人而死。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这一个信仰里面，你还把这一个要住在你内心的这一个信仰，这一个神，你还把它当成是在外面的神明来拜吗？不要把基督信仰当成是神谕式的信仰，这样子来拜。他已经要到你的心里面，他要在你的内心里面，而且是要转化，让你的生命在苦难当中是有能力的，有喜乐的，而且是在你的挫败里面，他怎么样赏赐你有智慧可以度过。所以我们不是求我们都平安没代志，我们是求主你给我有力量，可以面对所有的困难挫折。不要害怕失败，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所以从马槽到十字架是一个信仰的转化。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要一直只在马槽那个地方的 baby Jesus， 不要当一个 baby Christian， 就是你要从吃那个灵奶要长大。耶稣基督的身量是随着什么样？随着神爱他，还有众人喜爱的他，在这当中有成长，有智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要成长。在你的信仰里面，永远要有一个不满足，叫做神圣的不满足。这个神圣的不满足是一直催促我们要在寻求成长，直到你看见主。等一下，你看那个青少年演的那一出戏叫做《追星》，你就能够知道说，在这样最后面，他们所追求的
那一个小王子那一个心，那个是比喻哈，但是就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成长，然后到有主与我同在，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然后才有下一步。你如果只有在一刚开始得救，哇，主耶稣为我出生了，那然后呢？你还是活着过你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啊！你唯有接受他，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跟随他，也在十字架上献上你的生命，不再有你自己，然后跟主一起复活，那才有下一步。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当你信主了以后，你看到了什么呢？你看到的是教会很热闹，每次到圣诞节都有这些活动，都有这样子的表演，然后都有漂亮的装饰而已吗？或者是看到教会，有一些人来来去去，有一些人特别在圣诞节就出现，你只注意这一些吗？我老实说，我小时候是注意这一些，而且心里蛮嘀咕的。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不是在看人，我们是看这一位马槽的耶稣如何让他的生命在这33年半当中，透过我们读圣经真理里面，我们知道了，我看见了主，我遇见了爱，我也看到我的生命要有改变，我的信仰要有转化，所以我愿意跟他有亲密的团契。这一位主跟你的生命要有团契，这才有意义。否则，圣诞节每一年过，但是你看，我们追求神是怎么样？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没有一个宗教信仰是每个礼拜每7天一次的，对不对？7天一次就一次的聚会，而且你看，一年里面有52个礼拜，感谢主！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我可以52个礼拜都做礼拜。都很想说啊，反正回家才做礼拜，曾经也是这样，但很感谢主，主愿意与我们同在。愿这一位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今天我们都遇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我们生命的导师，和平的君王，你透过主耶稣道成的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荣光，我们都看到，我们也要来经历。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家人都来到你面前，包括我们主日学的孩子，我们一起领受主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而且我们要一起来追求我们的生命要有转化，我们的生命要来渴慕主，而且我们一生要来跟随你，一生做主的门徒。谢谢天父赏赐我们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成为我们的追随，而且让我们依靠他能够胜过这世界。感谢主，谢谢你给我们短短的时间能够有这么多的领受，都是圣灵的缘故。这样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来联系来带上帝的话，信息第78首，每首来引领，请起立领总首。
跟回来听黄天的时装。喜喜欢到你身边，让到白白受温暖。虽然无大见有情，我的感人万所愿。他变成只是来做的。最后一盘再来。
平安。平安。伫报道的台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第10节。咱做伙来读两遍台语和英文，请。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赐世间，互伊信伊的人袂心存，会得到永活。伊领世间百万年，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赐世间，互伊信伊的人袂定存，会得到永活。伊领世间百万年。和合本，我们一起来练2遍，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月份的书当。分代表请有在人工家己来点，咱来先开后一面。我有小气看卖咧吼。好，来，咱有好康的吼，咱今仔日大家若回礼拜三吼行出去的时阵，大家每一户拢。会有一包米，有一包米，嘛是无好势，这个影响过。还是都有一包米我们尽量拿好不好？会记你提哦一个家庭都有1包米，拢有够啦好，庄牧师好第2点就是咱姐妹教会西道帮教会，他们今天一大早从那个苗栗山上下来，他们有带那个甜甜的草莓那草莓是我们等一下吃完饭就会给大家当饭后水果所以我们等一下圣诞聚餐的人就会吃到就会洗一洗，然后到时候好像29桌就会分配给我们这样。那再来就是教会有要给西道帮的奉献，我们请代理长老出来接受好不好弟兄姐妹感谢大家的爱心我们真是表现了基督耶稣的精神可以分享。好，感谢。那西道帮教会，现在他们需要重新有一位传道人，另外就是教堂会漏水，需要有修缮，所以我们就继续在这一部分来帮助他们，好吗？好。好，感谢主。那牧师的那个我们整个报告的事项就在这里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些节目欢乐的节目的呈现来庆祝圣诞。第一个节目就是灯笼舞由我们松年跟长照的弟兄姐妹在他们出场，我们给他们拍手好吗？好，那我们这些灯可以关掉一些来这样子欣赏比较好
虽然空间不大有空间好，咱就是点来。麻烦咱在座所有55岁以上就会当参加伫中原团契啦，欢迎恁来参加每礼拜日的礼拜线拢有聚会，就拢伫遐聚会好，出来。这个真正这个点会爱当关出来并且咱来期待这个主日学青少年为我们带来的追星音乐剧。小分班拉拉跟着2位老师，每天快乐地看星星。他也好期待自己能够早日升级成为智慧多多的智多星。有一天，他先看到众人期待的希望之星，他想要摆脱2位大师，要自己立功劳，跟着星星找到可以带来拯救的王子。没想到希望之星却昏暗不见了。最后，拉拉发现，原来是因为自己的骄傲，才会看不见星星的光芒。最后，他遇见了一份愿意完全付出的爱，才带给他力量，才让他的生命散发光芒。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追星。
王早安。你们早啊！让开，让开！看到绿溪王来了，还给我跪下！绿溪王驾到！长得什么模样？英勇的君王，他们心里这样帅气的回家，谁能够比我强？帅气的回家，没人能比你强。哦嘿呀，谁是王？嘿呀，你就是我的王。宇宙的沙漠，谁掌管着国家？宇宙的沙漠，你掌管着国家。平民的百姓，谁敢跟我对抗？这里的百姓，哪敢跟你对抗？哦嘿呀，谁是王？哦呀嘿呀，你就是我的王。英勇的君王，长得什么样？英勇的君王，为什么这样？天上的星星有什么力量？天上的星星会指引我方向。哦嘿呀，我是王。星星指引方向。宇宙的沙漠，谁掌管着国家？宇宙的沙漠，哪里才是家乡？平民的百姓，谁敢跟我对抗？英勇的主人，都想跟他对抗。哦，这地方我是王。星星指引方向。快！那个凶巴巴的绿溪王来了，赶快排好队。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外族的王。在我们伟大的绿溪王面前，你还敢碎碎念？大胆！哎呦，他只是个孩子啊！什么？只是个老太婆，走了。他们走远了。阿南婆婆，我扶你起来。阿南婆婆，我们到底要被外人欺负到什么时候？预言不是说会有一位王子来拯救我们吗？你再告诉我们那个祖先留下来的古老预言吧。阿那呀，细细听好吗？为我们指引方向。阿那呀，消失的君王，现在你会在何方？这是一个古老的预言。从前，有一个英勇的酋长，建立了我们强大的部落。但是，我们的祖先却慢慢不听酋长的话，过着和外族一般乱七八糟的生活。就这样，酋长离开了他所建立的部落。那我们还有希望吗？我们只剩下一个希望。有一天，当希望之星升起的时候，他的后裔将要来拯救我们。这个王子要让我们重新得回尊贵的身份。曾经太荒唐，希望被原谅。原来你为我们坚持不离不放。谢谢你，只要星星光芒为我指引方向，我相信一切会有重来的力量。如今我渴望跟随着你飞翔，因为我知道你是真。
只是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我还看得到这一幕吗？轻轻地传出一个停泊，你可不可以加快动作？重要的时候千万别催我。才不会都要再找到。肩与肩背靠背，心里总是我在背。静静的那间绿色大草原，我家住在这里面。我只有一个小房间。有，流星啦！哦，等你讲完，星星早就不见了。啊，哪有流星？我要许愿。呵，没时间许愿了，我们要赶快出发。等等我！哎呦，你们走太快，我的老骨头跟不上啊！哎呦，我们当然要快，一定要最快找到那颗传说中的希望之星，才不会有损我们的名号。对呀，我们可是嘎嘎拉拉之之东方智多星。抬起头，看天空，那千万别放空，跟着星星走，从前从前的传说，许多星来结婚，许多星来结婚，智多星就是我。拉拉，你一直漏掉很重要的重点哦！你现在只是个小学徒练。我已经学好多年了，难道还不能晋级为智多星吗？哎呦，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出发，找到那希望之星。可是为什么要找那希望之星啊？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有一颗奇妙的希望之星将要从天边升起，只要跟着星星走，就可以找到一位带来拯救与盼望的王子。但是这一切都是要先找到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到底在哪里呢？哎，我找到了希望之星！哎呦，希望之星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被你找到呢？我看，哎，我找到希望之星了！天上星星那么多，很容易看错。我来确认一下。我也找到了，真的是希望之星。等一下，希望之星是我先找到的。这一次，我这个小学徒可以晋级成为智多星了吧？哎呦，还早呢，你要学的还多着。找到了星星，还要用我们嘎嘎呼啦啦的观星术来定位目标呢。快去收拾一下，准备出发。哼，星星可是我先看到的，别想抢我的功劳。我要找机会甩掉他们，自己去找王子。王子一定会大大的称赞我的聪明智慧，说不定还有很多的奖赏呢。嘘，我要先绕跑了。这小子跑那么快，老人家怎么跟得上呢？星星闪亮，高高挂天上，有要赢的奖赏。嘘，看我装成一棵树，找不到了吧？哎呦，累死我了！我靠一下。哎呦，嘎嘎，你压扁我了！
星星闪亮，王子会在哪？请你往反方向。可是星星明明指着……到啦！好看的玻璃仔，前方旅途遥远，走捷径，早日到达目标。哦，原来还有小路哦，不然嘎嘎快走不动了。来吧！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希望之星，我来了。咦，星星跑去哪儿了？它刚刚明明还在天边闪闪发亮的。啊，我差点忘了，我已经升级啦！没有天上的星星，还有我这个智慧多多的智多星啊！哼，我到前面去问一问，我一定可以找到王子的。这位强壮的大哥，和你打听一下一颗星星。满天星星都归我管。你这个状况外的家伙是谁呀？我叫拉拉，我是人称智慧多多的智多星。我的任务啊，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王子。什么王子？除了我，还有什么王？谁敢在我绿蜥王的地盘上做王？大王，冷静冷静，先把那个冒牌的王找出来。这位智慧多多的智多星啊，如果你找到王子，可是要快快来通报我们好去拜他。到时候绿蜥王一定会大大奖赏你的。看我到时候怎么办他！办他？请问一下，什么是办他呀？办他就是把这冒牌货切成2半。哇！好了，我们走。切成2半。切成2半！我得赶快找到王子，免得这个大犀牛下毒手。绕了地球快要1圈，传说的星星竟然不见。小王子会不会有危险？给我多点时间，我要快点，别让坏人抢先。先生，你有没有看见一颗照亮星挂在天边？其实它并不容易被发现，但要快点，因为王子现在可能会有危险。你到底有没有看见？一颗星星配小王子，你说的可是那个传说中的故事？我不知道英雄球场，也没看过什么王子，拜托别再给我找麻烦事。我说什么你都装没听见，你可知道现在很危险？如果不是我自私的冒险，什么都要抢先，是不是就能把星星找回？小姐，小姐，能不能等我一会儿？我有个问题需要赶快解决。你有没有看见一颗照亮的星挂在天边？它就指着小王子的方位。你到底有没有看见？拜托拜托，你小声一点，星星的时刻不能随便。如果被人听见，麻烦可不会只有一点点，请你赶快离开我的视线。绕了地球快要1圈，传说的王子还没出现。希望之星千万别熄灭，在我找他之前，请保佑我，别让坏人抢先。希望之星，王子，你是说预言中的那个希望之星已经出现？太好了，我等了1辈子了。是啊，希望之星可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哦。那快告诉我，王子在哪里？王子他
是在这边吗？其实我……是另一边吗？婆婆，对不起，因为我坏心，丢下嘎嘎和呜呜，所以把星星搞丢了，都是我不好。为了梦，我冒险，骄傲的心遮住双眼，自私的作为，把爱分裂，只为自己不要错过机会。这一路我后悔，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有你在身边，分享我的一切，这样的梦才是最美。孩子，骄傲会让人迷失了方向，但是只要愿意回头，就一定会有机会的。来，我们一起去找。拉拉！哎呀，对不起啊，我们怎么把你搞丢了？你有没有受伤啊？还有找到你了，你太好了！嘎嘎，呜，是我，都是我不好，是我自作聪明，想要独占功劳，才丢下你们。对不起，请你们原谅我。星星啊，星星又出现了，星星又出现了。王子就在前面了，我们一起去见他吧。太好了，我等不及要见小王子。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王子，一个温柔的羔羊。这就是英勇酋长的后裔，我们的小王子。古老的预言说，族人曾经迷失方向，但是他要像那颗星星一样，指引人回到正确的道路，找到生命的目标。可是绿西王，世界上所有的王都是暂时的，用凶暴来保住王位的绿西王是不能长久的。小王子因为爱，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只有爱才会带来得胜的力量。我终于见到期待已久的小王子，黑暗将要过去，我的生命要重新得着亮光。和世界不一样，它是黑暗中的光。星星星指引方向，只要你抬头仰望。和世界不一样，它是骄傲的羔羊。不管黑夜有多长，终究可带来盼望。它是温暖着大地的太阳。它就是爱。
你当时啊，只想要为自己争光，哪里还看得见什么星星啊？每个人都有迷失的时候，只是当你看着眼前的奖赏，就看不见星星的光芒。只有拨开骄傲的迷雾，才能重新找到生命的目标。来吧，让我们顺着原路回家吧。我们不要走这条路好吗？我不要听绿西王的话，为了奖赏回去通风报信，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小王子，我也发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了。现在让我们欢迎智多星三人组主日学高小班，请跟着我们一起把你的手捞起来吧。我们欢迎阿达婆婆跟她的组名主日学的中小班小朋友。我们欢迎绿西王跟土狼们，还有我们可爱的猪小班、幼幼班。智多星三人组，给点掌声！阿达婆婆跟她的组名，我们的绿西王跟土狼们。好，谢谢大家。再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主日学跟青少年所呈现的。后面这一个团体舞遇见爱，当我遇见爱我们看到连那个幼幼班的小朋友都很用力在那边跳起来很想跟上。好，那我们这一出追星你仔细看，其实它就是用动物用那个非洲大草原，然后用各种不同的音乐你看其中也有那个探戈然后用这样来呈现
耶稣基督的诞生所带来的哈。好，那我们再来的一个节目哈，就是我们妇女团契要来跳那个赞美操，好，耶和华就红摸摸，好，来看用热烈的掌声。好，咱朝姐妹会让大不一样哈，大家一起戏剧的形式，现在灯都可以打开，好，灯都打开没关系，好，谢谢大家。
恭喜耶稣听你，我咱来回应，圣诞快乐，快乐无比来，圣诞快乐，快乐无比。感谢主啊，咱即摆吼，来先来嘛介绍咱今仔日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吼，我们来欢迎我们西大汪教会，请他们站立哈，我们一起鼓掌，欢迎他们。好，请坐下哈。过来东兴教会琼娟牧师、盖爷兄弟姊妹，好，咱来欢迎，感谢主。好，咱那个爱育幼儿园的教师员还在吗？来，请站起来，老师好，谢谢。有个伫外口吼，毋过嘛，抑阁有几个伫内底吼，欢迎，咱的长照的我们的朋友，刚刚莅临咯，向站起来，感谢主。咱今仔日阁有除了遮的以外，毋是咱教会的人吼，好，来，咱毋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甲咱挥挥手，好无？白老师啊，是不？是白老师吗？挥手在外面的，看起来好像是哈。好，那个我知影他拄好有跟我打招呼哈，有从那个灵粮堂来的，对不对？福星灵粮堂的这个弟兄姐妹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吗？我看起来是蛮多我不认识的。我唔知影咱坐伫遐，咱的兄弟姊妹有，来。光做那个受刑这一边啊，迄个小姐我都唔捌啦。台中的教会，好，没关系，那我们都欢迎你哈。牧师将有个补充报告哈，连年咱下经最后的一首诗哈。过来就是了后，咱外口有圣诞歌，圣诞歌所有参加的人拢会当听迄就是无共款的标号的啦是毋是安尼？标号的圣诞歌阁有咱迄草东教会李谢雄长老的学生啦，伫台中伊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伊有关系，伊有送咱白米啦，足一包所以咱今仔日所有出席的就可以那个白米大概2公斤还是2.5公斤的这样子大家每一户都可以领，还是每个人一户啊一户领1包，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有报名那个我们的圣诞聚餐12点开说，对不对？12点然后是在那个后面幼儿园的场地可以从这边进去好，那我们就来唱最后的。咱因每边的信息第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并转手，因此说请牧师为您祝福。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的名称是，无论啥为你的上帝。今仔日，阮庆祝你感谢，也求你鼓励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的生命无搁共款，打开一切的无共款势，以及所有的富贵垃圾，互阮的生命充满享受的快乐，
已经欢喜，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长看关心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陪伴传递，甲你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红妈平安。讲你有这红卫兵，啊唔是红卫兵是啊，豺狼咧。你儿子有来吗？没有。